台湾人爱啉咖啡，敢若去年全国都卖了285000万杯咖啡，平均一个人一年啉124杯。因为这个咖啡市场伫台湾是愈来愈大，有真侪少年人伫做咖啡的产业。像这本来做这个军人这个饲饲员，因为呢伫冲泡咖啡中找到兴趣，6年前呢改行做咖啡师傅。当时伫2022年世界杯煮咖啡的比赛，摕到世界冠军，为国争光。 With the operations of dry size and temperature, I hope to bring the best of it. 咖啡师饲饲员拿老英语甲偏心解说，拿伫咧咖啡粉内底掺无共温度的烧水，咖啡的芳气嘛随散开。We have complex flavor, just like a cup of fresh juice that you want to finish in a cup. 斟酌伫咧描述咖啡的滋味，饲饲员面的笑容真有自信，心情嘛放正开。无讲你可能唔知影，伊当伫咧煮2020年世界冠军咖啡。 有蛮多人说是我的服务会带给大家是一种很轻松愉快的感受，想要让评审们知道我在说什么，我在分享什么。因为真爱啉咖啡，饲饲员做兵做3年了后，改道做咖啡师，就算起步较晚，毋过天分含实力证明一切。2019年世界杯摕到第5名，2020年搁一摆摕到台湾代表参赛资格，却因为疫情前1年，尾仔伫咧2020年才甲世界杯冠军炸倒转来。这一场仗真的蛮难打的，所以我是惊讶大于一切。搁一摆参加世界杯比赛，饲饲员就甲冠军摕到转来，互台湾的咖啡徛起世界舞台。台湾咖啡市场成长啊真紧。2017年台湾进口咖啡豆的数量是41400吨，2020年已经来到43500吨。根据国际咖啡组织的统计，台湾一年会当卖28.51杯咖啡，也就是讲平均每一位台湾人一年啉124杯。其中上受到欢迎的就是手冲咖啡。台湾的咖啡豆的生豆进口成长了将近10倍之多。台湾的咖啡市场愈做愈大，咱的咖啡师伫咧世界比赛摕到冠军，搁一摆替台湾争取到公益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